议员谢龙介伫即届质询捐赠现金100万予市政府，呼吁市长会当多多甲中央争取更加侪纾困金，因为疫情期间严重冲击着民间大部分的产业，所以议员希望市府会当针对弱势民众提供更较侪纾困方案，用更加侪同理心来体谅艰苦人。一个月无上课啊，未来还有2个月的暑假。 这困难的囡仔，是大人都无饭通食啊，囡仔更较艰苦。所以这点呢，我是听到真侪困难的人伫基层咧行，听到有所感。所以讲可怜呢，基层这苦命人啊。所以我想，我呢捐100万，互你帮助这艰苦的囡仔。 这段中间的食饭，咁啊，议员拢停起来，我都无参加。啊，无自信。我无参加。啊，所以你看这答案苏清昌，治安啊停起来，所有的户头拢停起来。议会即马，我会当承诺甲迄个。你改一个啦。哦。公开声明书，本人台南市长黄伟哲感受疫情为市民带来诸多的苦难，本人愿意向民进党党团、立法院党团提案。 建请行政院伫短期内发放每人5000块消费券，以纾困基层民众，并且振兴活络基层的经济。下面人黄伟哲中华民国110年7月14日。日前中西区疫苗注射站原本要预计注射600人，因为市府宣布会当跨区来注。 所以造成一道命就超过1000名的民众来排队，队伍排到落长超过500公尺。议员建议未来会当伫注射站分派由警察局的分局长来担任副指挥官，维持现场的秩序。我看多数的区长是拢注重内场注射的部分啦，发起来，我甲你做一个建议啊。是。区长若是指挥官。 你要聘一个副指挥官，就是迄区的分局长，区的分局长。警察一般会比其他的公务人员危机处理的能力较侪，经验较侪啊。所以伫现场，因为你拢有分担啊，你拢有分担，迄偌侪人伫现场斗咧。 你的单档写到明明白白，8点到8点半报道，然后8点半到9点注射，注射了后，9点到9点半换倒一日报道，一清二楚。结局恁无安尼做，无安尼做呢，造成现场的乱枪四起啦。台南新闻林根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